多謝，係啊，真係壓力大咗好多㗎，又要顧住啲聽眾，又要顧住啲視像版嘅觀眾，所以為咗報答上去呢一個 TPTV 嗰度支持我哋嘅朋友啦，羅啟新棟篤笑獨家呈現肥仔倒立，彭仔過嚟扶扶我啫，唔該晒彭仔咁啊遲下大家咧就可以上網度睇到噶啦，唔該晒，驚咗幾年怕佢威脅香港嘅上海迪士尼終於拍板啦，終於拍板啦，視像版冇辦法啦。我又唔明擔心乜嘢喎，迪士尼喺香港啊開咗幾年啦，乜大家咪又覺得瀨咗嘢？點同啊？上海嘅迪士尼啊，大香港啊1倍啊！哎呀，大1倍啊！咩大香港1倍啫？係上海迪士尼大香港迪士尼1倍啊！咪係咯，咁咪分分鐘蝕多1倍。點同呢？上海人啊做生意好叻噶嘛？你講啊，當年捉隻老鼠翻嚟香港喎，咪又係上海人？上海迪士尼其實真係令我觸景傷情，諗起個衰佬。點解呢？唉，香港已經有一個啦，又要喺大陸搞多個。咁香港迪士尼嘅發展呢，我哋揾嚟又唔係難同我哋傾下㗎。阿蘭姐，對於香港嘅迪士尼喺擴展咗之後呢，都會係全世界最細嘅迪士尼，你點睇呢？ Perfect， 香港人不嬲都中意創紀錄㗎嘛，唔係最好嘅，我哋就要最渣嘅。我哋 sell 全球最細啊 Why not？ 時間就係金錢，我相信一個吱一聲就行晒嘅迪士尼，對於趕時間嘅人嚟講係好重要嘅。萬一香港迪士尼將來入場人數大幅下滑，咁港府有啲咩應變措施呢？咁咧就會喺土地用途嗰方面咧，就係做出一啲改善啦、優化啦咁樣嘅吓。sorry， 唔係改善，優化係優化，即係改善咧，代表我哋之前做得唔好嘛吓，咁唔得嘅，我哋要用優化，一定要咁。又唔係難啊！你講嗰樣嘢咧，嗰飯好似係阿娥㗎喎。阿娥，你講林鄭月娥。咁今次你哋係咪又係活化呢個迪士尼咧？唔係活化，係死化。大家都知香港嘅骨灰龕係極之供應不足嘅。假如我哋將呢一個極之供應不足嘅香港迪士尼，唔係將呢個骨灰龕咧擺喺呢個迪士尼嘅鬼屋嗰度，一結合咗，咁就一邊可以 Halloween， 一邊可以拜山。你想象到個 picture 嘛？咁究竟上海迪士尼又可以有啲咩中國特色呢？浪奔 Mickey Mouse， 浪流 Mickey Mouse， 萬里長征千水吸水永不休。其實要有中國特色好容易啫嘛，例如